全隊掛啤啤掛啤啤，你借咩？狂逆轉一波再一波嘅勇者，鐵血振作到結尾有 OG 哦哦。各位好，我係藍面仔正宗教練。禮勒喺紐約人史詩式大逆轉馬刺29分領先3-1，令人熱血沸騰之際，即刻睇睇原來一路飽受職場騷擾嘅紐約之王大頭針 Jalen Brunson， 同一班一直騷擾佢嘅男人，但紐約人時間27年再殺入 NBA 總決賽衝冠背後6個熱血又幽默嘅故事，好唔好啊？ I hated Jalen。話原來紐約呢段令人羨慕萬分嘅兄弟情誼，從大學幾兄弟聯手，到家陣一齊喺最高舞台 NBA 衝冠，就係由張學友、祖樹赫特初頭直接爭鳩大頭針同大喬開始。學友喺冠軍戰賽後回憶起，一開波喺大學見到 Brunson 就覺得佢係煩膠，以為大頭針係有特權兼自以為是嘅新星冷淡，點知相處落發現 Brunson 完全係呢種冷淡嘅相反。不過學友依然覺得佢超級煩膠，但係學友表示好不幸地，佢哋成為咗兄弟。而對於球場位置差唔多嘅大喬，學友就表示好 Q 憎呢條瘦骨先成日喺對抗嘅時候對佢拉扯。後來學友更加興到喺練習嘅時候一鳩搭大喬落地 ，Make your bridges falling down。但同勇士六師傅同普利嘅結局相反，學友事後一個訊息問候大喬有冇事，O 唔 OK？兩兜友即刻好翻，睇嚟就係呢一打一 Q 打出咗愛火花。到而家幾兄弟喺 NBA 朝夕相對，拼命搶板做苦工，學友即使勞軍0分都一樣可以贏波，就係因為佢有相識多年嘅寶貴兄弟支援。兄弟場上鐵血防守拼搶球權係家之可聞嘅紐約招牌，而兄弟場下嘅小學雞招數，刮摸鏈督初亦無人不曉吧。但也許你亦無法算到一切小學雞招數最大嘅受害者，唔係咩新丁，而係球隊領袖大頭針。好唔好啊？傳奇 JR 哥當年有資格摸啦，帶晒啲冠軍紙還起勢摸，唉！呢個莫文學友亦要多次突襲，板凳嘅麥比特都能夠順手刮一嘢，就連新加入嘅 NBA 冠軍索漢都能夠直接碾佢個。如果你要嘗試理解騷擾領袖當中嘅震撼程度，你試試想象八村壘千年殺立邦占士，再升一級你試下想象 D-Lo 偷鏈 Kobe、Steve Kerr 刮咗頓 pat pat，佢分分鐘行唔出芝加哥聯合中心家陣教到勇士。而紐約之王 Brunson 就係罕有地能夠俾一班兄弟每天碾佢多一些，令到兄弟亦每天愛佢多一些，無視身份均皆帶領兄弟衝刺嘅領袖。不過 Brunson 如果你有一刻頂唔緊，不妨嗌個 time out 先啦。time out 點算好啊？打鋪機先，趁翻 NBA 大戰氣氛就打呢隻相當史詩嘅遊戲 Race to the Land。話說一入遊戲見到除咗 AAA 級嘅華麗畫面，我就係俾呢款遊戲嘅角色視覺設計，仲有海量嘅獨特能力吸引。因為我就可以瘋狂試各種排陣配合，就像科學家 Steve Kerr 透過我嘅專屬連結 QR Code 下載 Race to the Land， 即刻可以獲得一位傳說英雄加史詩英雄。等你一上陣就如虎添翼，睇到最後我再爆埋俾你知額外拎多一位傳說英雄嘅方法。好啦，今鋪一開波就能夠用來自不死陣營嘅傳說英雄收割者傑克，哇，成個 Kevin Durant 咁啊！佢不但只能夠完全移除敵人嘅增益效果，降低對手攻擊力之餘，仲能夠透過真實恐懼呢招削弱對手嘅行動，加埋壓制增益效果，就像防守大鎖般咁鎖死敵人。果然係 PVE 同 PVP 嘅必備之選啊！跟手升到15級，仲可以解鎖埋打副本輸出能力嘅強嘅史詩英雄有俠騎士。最後爆埋俾大家知拎多一位傳說英雄嘅方法啦！各位望望畫面上面嘅5個英雄先，只要輸入佢哋嘅專屬兌換碼，就可以5選1再獲得一位額外嘅傳說英雄。今鋪我就決定輸入 Kitty 拎翻隻柴棍貓，繼續提高戰力。俾唔俾啊？禮啦！當大家準備就緒，就記得入遊戲 M 埋我一齊並肩上陣啊！就喺達拉斯2度拒絕 Brunson 要求4年年薪不到1400萬合約之後， Brunson 加盟咗提供4年1.04億合約嘅紐約，更直接進化成鐵血戰士最終大頭形態帶長年賠包嘅紐約，連續4年打入季後賽。而就喺2024年嘅夏天， Brunson 本來可以等待明年簽高達2.7億美元嘅頂薪合約，而佢出乎意料地提前同紐約人續約4年1.56億，直接解放球隊億幾美元嘅薪資空間，等紐約人有足夠嘅彈性補強創造如今嘅衝冠陣容，包括大喬同埋今季衝冠奮戰成硬糖嘅 Cat。就喺冠軍戰賽後，記者問當日選手跌到落第2輪嘅 Brunson， 大家低估咗佢啲咩？ Brunson 回應 Everything。冇錯，係一切，包括 Brunson 背後願意為球隊犧牲嘅精神。
場上場外嘅付出同埋無私，帶領紐約如今踏上新高度，令紐約之王徹底贏得全紐約嘅尊重。Jalen Brunson is my daddy. He's my dad. Yeah! Everything I did was for Jalen Brunson. Yeah! 哇！如果 Jalen Brunson 係正話位球迷嘅老豆，狂野嘅 Brunson 包括 Rick Brunson 就係佢阿爺啦喂。而大頭身 Brunson 能夠成為紐約之王，就係因為佢有呢位曾經打過10年 NBA， 家陣係紐約人助教嘅老豆，由兒子一路超嚴格訓練大頭身，令 Brunson 能夠穩定打出紮實球風之餘，老早就見慣大場面，亦令 Brunson 性格相當老定。好唔好啊 ？Brunson 從小已經喺 NBA 球場打滾，有一日籃球之神米高佐敦想話主動幫 Brunson 件球衣簽名，結果慘被 Brunson 直接拒絕，話唔想 MJ 整污糟佢件波衫，霸氣唔霸氣冇。同時狂野 Brunson 巴亦令 Brunson 練成鐵漢性格，做助教嘅 Brunson 巴唔知勇於同對手互噴，兩父子亦多次喺球場被捕捉到互相激烈嘅火爆對話。大頭森表示呢個就係佢哋父子嘅溝通方式。Brunson 巴透露大頭森就係夠薑叫佢呢個老豆坐低收爹。如今兩父子一齊殺入總決賽。Brunson 被 Wemby 推到不獲哨聲後，佢並冇碌大雙眼攤開雙手望住球證，而係直接揾 Wemby 對質，哇！再馬上做個單擋，專業唔專業冇啊？賽後被問到馬刺呢場嘅身體對抗對佢有冇造成困擾， Brunson 更加霸氣回應 No， 冇錯，呢個兒子 Brunson 就係咁硬。就喺冠軍戰 Game 2險勝馬刺嘅一戰，Cat 雙手指天再獻上一吻，佢要感激一個一直帶領佢進步，令佢洗脫多年軟糖污名，令向來對 Towns 多批評嘅大鯊魚奧尼爾都讚 Towns 打得有智慧，全方位內外兼備，打出生涯最不可思議嘅籃球。更同意巴克利說法話 Towns 就係 FMVP， 一切動力來自 Cat 喺2020年因疫情不幸過身嘅母親。Cat 曾經喺佢逝世週年嘅比賽中為母親保留場邊座位。而 Cat 喺3分大賽亦要求破例帶住母親嘅頸鏈參加，最終成為奪得3分王嘅高佬。冠軍戰 Game 2賽後 Cat 表示，當你失去至親，你要揾佢哋留低喺身邊嘅徵兆。關鍵回合成功防守前，佢向天上嘅母親虔誠祈禱，就好似呢一戰佢與 Cat 同在一樣。Cat 戰勝領先2-0之後，非常感激佢嘅庇佑。如今衝冠機會在前，除咗好兄弟與 Cat 同在帶領 Cat 不斷成長嘅，就係永遠喺 Cat 心中嘅母親。同馬刺、雷霆等等以自家球星為基石嘅球隊有所不同，紐約人自家嘅基石就係被冚沙嘅目標米曹、羅賓遜同埋 Miles。此外嘅主力都係由嚟自五湖四海經過種種歷練逆襲而上嘅兄弟組成。有嚟自速龍因大學十字韌帶重傷跌到落23順位嘅面癱佬 OG， 生涯9年個人榮譽只有2次防守2陣，但佢就進化成最強 3D 球員。冠軍戰一路極穩定發揮，轟出5成6三分命中率，兼科更加狂轟7粒3分波，再做出關鍵封咗兼保攬絕殺馬刺。你睇佢幾撚興奮？仲有嚟自帝王嘅 Fox， 兼科關鍵時刻領先1分，拎到粒波禮手用招牌速度打快攻啦，為紐約人減出時間消耗，再貢獻球權。來自太陽嘅鐵人大橋，從大學起就冇缺席過任何一場比賽，嚟到 NBA 更加連續上陣709場。冠軍戰 Game 2更加展現關鍵火力，均20分，但紐約人險勝。嚟自木狼嘅 Cat 就被長官不能嫌佢打得太遠，呢鋪打到衝冠佢就齊印度神油般硬化，交出高效表現，內外策應都能擔當，狠狠打成硬糖。死未？來自湖人嘅張學友合特，勇於擔當咕喱，仲任身高6尺5嘅佢冠軍戰系列4場更加怒擲38板，關鍵時刻佢亦能做出神奇空檔走籃。仲有嚟自唐鵝嘅俠盜獵車手牛油果，同埋嚟自費城嘅快槍手三提供額外火力。嚟自馬刺嘅情報員索漢透露馬刺嘅珍貴情報，當然唔少得嚟自達拉斯嘅紐約之王 Brunson， 因為身體質素靜態天賦不足一路被低估，但佢一路穩定紮實，關鍵時刻總能挺身而出，帶紐約過關斬將。從東決Game 1帶領紐約對騎士大逆轉22分，最終4-0直接打巢騎士。到今鋪Game 4老軍36分，帶馬刺完成史詩式29分大倒水，領先到3-1，令紐約嚟到53年後最接近冠軍嘅一刻。大家集結嚟自4海嘅力量，無論默默做咕喱、守波定係熱血搶分，每一範都有兄弟擔當。不論最終能否奪冠，呢段旅程已經成為一個唔少會令紐約人刻骨銘心，連馬刺都會記一世嘅神奇故事，好唔好啊？最後只係想講，如果紐約真係奪冠，冇咩事，快啲翻屋企睇大走得魔啊 ！Run Forest Run。好，我係南面屋企正宗教練，感激 Rich 到 Legend 嘅贊助，啱睇記得分享、訂閱、留言、加入會員，多增仲有緣再見。